男子在为妻子缴纳透析费用时，意外发现，只要收费单上盖有财务的印章，护士就会视作缴费成功。这个盖了章的单子给我，只看这个单上有没有章。面对手中那张无法承担的天价账单，一个冒险的念头在他心中萌生。他匆忙赶往刻章店，渴望仿制一枚医院的公章来挽救妻子的生命。但他很快意识到，事情远非那么简单。区区几块钱的生意，店家又怎会愿意承担如此大的风险？老板明确告诉他，这是违法行为。可对这位丈夫来说，这已是拯救爱人唯一的出路。他买来刻章工具，将医院公章拓印在木块上，对照着教材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雕刻。无论是外出摆摊，还是在病房陪伴妻子，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钻研刻章的技术。经历数次失败后，他终于成功复刻出一枚难以分辨真伪的财务章。然而站在医院门口，他却陷入迟疑。一辈子安分守己的他，第一次做违法的事，内心充满挣扎。但一想到妻子正等待着救命的治疗，他最终鼓起勇气，快步走进护士站，紧张地将盖着假章的缴费单递了过去。护士并未察觉异常，而他的妻子也因此得以继续接受透析。